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在今仔日无增加确诊病例，不过有一个病例不幸来过往。另外，餐厅人数也放宽到250人。农渔民的纾困金在今仔日开始申请，今仔透早渔民就去排队，因为经济规定也引起渔民不满。今年头一阵的黄山雨也已经来到，水利署甲空军也当在制作人工湖，希望欠刮水起来。今仔日伫咧国内无增加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已经是连续29天无本土案例发生咯。不过也是有一个对美国回来40多岁查甫患者，经过治疗2个月过，到今也是不幸来过往。另外，疫情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国内的自产人数放宽到250人，也就是一日度上济会当坐到8个人。国内武汉肺炎，阁增加一个死亡的病例，个案是40多岁的男性。3月初，甲因太太做伙去美国探亲，倒来台湾过转工，2个人拢有症状。太太伫咧4月11日已经复原出院，不过红赛线挡无过。这个个案本身无慢性病史，3月19发病，24号医生看确诊。伊入院的时阵还无肺炎，收治伫咧一般隔离病房。不过3月28因为喘气真喘，转去加护病房隔离，而且用叶克膜来治疗。后手因为几个器官衰竭，不幸伫咧5月初10过往，成做国内第7个死亡的个案。这个一个疾病的特性哈，那可能包括细胞激素的风暴，也是可能背后的原因之一哈。那造成他的肺炎变得非常厉害，那连使用呼吸器都没办法维持，就必须要使用到叶克膜。不过指挥中心嘛有好消息，国内已经连续4天零确诊，第29天无本土的病例出现，疫情有较稳定。因为安尼宣布放零室内自产人数的限制，为100个人以下放零到250个人，上济8个人一桌。桌啊甲桌啊爱隔1.5公尺，而且希望用徛名制的方式。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示范，大概250人，如果是8个人一桌，大概就是可以到30桌。另外，指挥中心嘛考虑有条件改进国际医疗的业务，比如讲捌伫咧台湾有看医生记录的国际病人，目前当伫咧研究安怎互伊来台湾接受医疗。张上顺强调，世界各国的疫情也是真严重，台湾是袂当干那顾家己尔。新冠病毒甲 SARS 有真大的无同，是无法度真紧来阻挡，爱等到疫苗出来了后，民众才会有抵抗力。这是一场真久长的防疫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内疫情是渐渐伫咧稳定，那讲到酒店甲舞厅当时会当开放营业咧，台北市甲中央却是有无共款的看法。副市长黄珊珊也表示讲，真歹准则开放的标准。市长郭文迪也讲，中央最后也是爱出面来解决。也那新北市甲中央的纾困金争议，市长侯友宜伫透早也表示讲，会互民众赶紧收到钱为主。指挥官陈市长也表示讲，已经有甲侯友宜用电话沟通过啊。台湾连续20几天无本土病例，武汉肺炎疫情豆豆稳定。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再去宣布，伫实名制无超过50个人，无做伙食饭顶餐的原则之下，为5月18开始，豆豆开放封闭式场馆。不过，对已经停业1个月酒店舞厅，中央交由地方政府来决定。黄珊珊认为，中央定4个原则，包括保持社交距离，免会座也是增加隔板，建立实名制，也有消防安全要合格，伫这方面有困难。不是我们要把问题推回给中央，是这个评估的标准显然执行困难。台北市政府研究了2天，还没想出在这个条件之下，酒店跟舞厅要怎么运作。我想这闹下去，中央最后还是要出面解决的。对台北市的反应，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市长讲，随时甲伊联络。另外，新北市送9000外件1万块纾困金申请案，互卫福部引发争议。新北市长侯友宜再去表示，以后民众赶紧收到钱较重要。按算会有420份申请案件会拨钱。不管行政院或是卫福部2个说法怎么样，地方一定要以民众快速拿到纾困金为主轴，在预估我们会发送420份左右。昨天晚上我也跟他通过电话，那双方也达成共识，也清楚就是说原来这样的一个行政的流程跟原来怎么样做。那我想新北市也是一个我们的直辖市，那当然他们愿意把这样的责任担下来，我们也很感谢。侯友宜强调，只要中央讲清楚，地方来做拢无问题。但市长是认为，政府原来有一定的行政流程。台北市为5月初6到初8收件5447份，其中有69件申请案钱已经拨出去啊。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国内农渔民1万块的纾困方案，在今仔日也开始申请咯。若准农民有农会户头，政府就会直接把钱汇入去你的口座。农委会也表示讲，伫咧这礼拜就会当领到咯。也若渔民的部分受一寡限制，就要亲身去到渔会办理，所以引起渔民的不满。屏东达港区的渔会早起就已经大埔旁开5个柜台，要来接待申请纾困补助的渔民。啊，毋过参像这个穿蓝色衫的民众，虽然伊拄15岁就开始掠鱼，不过因为毋是渔会会员，所以无符合申请资格，当场就起性地。啊，无会员啊，无会员就袂使转啊。啊，渔会也无来通知啊。婚礼嘛有渔民真不满，是安怎农民的钱地当直接汇入因的口座，渔民就要加走一抓，感觉因渔民是较无价值的。全台湾农渔民1万块的纾困方案在一开始有农保身份，而且伫咧农会有口座的人，政府直接半钱落去。啊，若是渔民必须要107年度的年收入无到50万，而且佫有渔会会员资格等等的限制。另外有部分农民无农保，嘛是爱加走一抓。像干前是3500减租的农民，头世人拢是正常啊伫食青，啊，毋过一直以来伊拢是保劳保，毋是保农保的部分。像我这个375租黑了，不做又不行，为了375还要把工作辞掉，回来做20几年了，而且我身前还是遇到瓶颈。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视察时阵表示，纾困办法当中已经有2万外的农民去互拜读，初步估计有24万的农渔民需要家己亲身走一抓才会当来办。啊，毋过伊有信心会当伫咧10分钟以内完成所有的流程。我们非常的有信心，让所有的农民不用太辛苦的等待。已经有把99万个农民他们的资料收集好，直接汇到户头去的24万。我们所有的各地农会都有掌控相关的名单。陈吉中表示，农渔民的纾困申请会当到6月底为止，提出申请许可的农渔民2礼拜以内就会当领到钱，希望讲会当用上紧的速度，让农渔民感受到政府的效率。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主计总处上新的统计，3月全台湾房车员工平均薪水是新台票42309块，年增率是1.56%。不过增加的趴数是对2017年5月以来上介低，而且对劳工的数量也知影讲，旅馆甲餐厅行业是受到上介大冲击。今年43岁 Jerry 是艺品店的头家，原本10天都有吃饱的观光客会来店里买物件，毋过自从疫情发生了后，国外旅客无要来呀，店里完全无生意。为着降价冲击，除了暂时休困莫开门，嘛协调员工成效无升价，而且好加在厝头家愿意降租金，才互伊减少一寡压力。一间公司的留存的现金其实是有限度的，那我们当然希望在这个限度之内，我们可以好好的让公司可以继续营运下去。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个现金烧完的状况的话，我们也只能被迫就是要结束营业。其实疫情对劳动市场的影响是豆豆出现。根据主计总处上新的统计，3月份全体房车的员工经常性薪水平均是42309块，年增加1.56%，增加幅度是2017年5月份以来上低。其中房车的员工人数一个月减1.9万人，是金融海啸以来头一届快。大小甲餐饮业的员工一个月减1.8万人上济。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当中的餐馆业。那餐馆业的部分减少的是12181人，它的人数的减幅是减少了3.7%。另外，为着倒沙港国内产业渡过难关，经济部嘛甲困难企业营收降低5成的部分，采取更较有春秋的认定标准。根据经济部的统计，到5月初10为止，制造业甲技术服务业的薪资甲营运资金补贴已经核准1098件，而且核准的金额嘛达到28亿。主要是金属机电业、民生化工业，好这些产业，这2个产业加起来又超过了那个6成。技术机电业里面有包含了一些，包含从美中贸易战以来就受到影响的一些工具机啦，还有机械设备等等，都包含在内。就伫国内连续29日无本土的确诊病例了后，纾困进行方案感谢近日进行的阶段，推出拍者犹太酷碰来刺激消费。对这个代志，行政议长金明欣表示会豆豆开放，啊，毋过名还未定案，叫进行管其实嘛袂歹。啊，若是使用的方式确定了后，会向外界来报告。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疫情影响，搁再加上这个时阵，真侪学生囡仔特别毕业咯。就人力银行去调查讲，今年敢若有16%的毕业生有信心伫毕业进程就找到头路。劳动部也按算伫5月底要推出安稳青年就业方案，若准头家愿意请少年人，就会补贴企业请一个人，就补贴伊12000块，也针对薪水做限制，袂当伤过低。笔电内增强新闻履历，有时间就上人力银行去找头路。去年底为英国处理行销硕士学历转来的游子平，转来台湾找头路拄好拄到武汉肺炎爆发，可以感受到近期要找到甲家己兴趣符合的工作真不简单。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其实还好，其实是跟现在相比起来的话，我就觉得就差距蛮大。那个时候刚回来的时候，工作机会其实还蛮多的，但现在我觉得可能将近有少了一半。然后原本可能像在人力银行，我看到一些原本有开的职缺，然后可能因为疫情开始变严重之后，然后瞬间那个公司全部都关掉了。要将冲击企业的正在议员，有人力银行公布最新调查，今年虽然有5成7应届毕业生抢伫6月毕业季之前先卡位找头路，比去年加出1成2，不过整体来讲只有1成6的应届生有信心伫毕业进前找到头路，有8成4会烦恼家己平均爱用4.2个月时间才会当顺利告捷。应届毕业生呢，他自己预计找到工作的这个时间呢是4.2个月，跟去年的2.9个月相比呢，差了40天，所以想见他们相对是比较悲观的，而且这个悲观的比例呢，大概也超过了6成。你好，我是李佩璇，很高兴应征这份工作。拍开手机啊，利用 AI 人工智慧系统模拟面试应用疫情，未少企业拢改用实薪征才。人力银行也推出软体的辅助求职者，也建议今年找头路上好爱提早部署，唔通等到6月份才等履历。劳动部也初步规划疫情之下，资方只要欢喜请用少年人，就会补贴企业每人8%。不过为了避免22K 低薪事件搁发生，建议针对无工产业别设立薪资给付的底限，爱伫某一个水平之上。人力银行表示，今年毕业生起薪平均有27000，建议企业给付的薪水袂当低过这个数字，才有资格领政府的100%补贴。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头一阵的黄山雨也已经来了，虽然讲会当落寡雨，不过水利署也表示讲，石门水库的欠水率无到30%，南部的闸门水库也无到10%。水利署甲空管的运输机也拢在咧想办法，想要制造人工的雨水。闸门水库的工作人员探定天气会使，赶紧实施人工增雨的作业，希望透过人造雨增加水库的进水量。南部对去年到现在是拢无落大雨，水库嘛有警报。根据水利署最近资料显示，南部上主要的2个水库，闸门水库以及南华水库，有效的脱水量敢若剩下9.2%，以及10.1%。而高雄虽然有0星的降雨，但是煞直接去予打气的涂骹吸了。我们在5月7号。将灯号转为黄灯，也就是说在夜间进行减压供水。那我们也会透过我们水库的一个调度资源，那全力在5月底，能够满足完全稳定的一个供水的一个目标。最近变歹，民间嘛有新水的措施，暂时是包括下游欠雨水，利用回收水，而公家单位环保局嘛利用回收水来洗街仔路。大部分都应用在我们的学校的那个就是花草树木的浇灌上面，可以节省蛮多水资源的。而北台湾的水质嘛有警报，石门水库有效的脱水量是已经无到3成，就连大坝、日空道嘛拢已经走出来，水库油汀的心理是真歹。梅雨季也无够，就要等看后续有没有台风可以进来，疫情过去，我们才有。这个开船。4月降雨少，5月梅雨还未来。全台水库是有警报，南区水资源局是表示，中昼11点实施人工造雨了后，截至下晡3点为止，闸门水库敢若增加7.7毫米，未来嘛只会使期待方面会当带来降雨。记者郑云、詹淑云，桃园台南综合报道。伫咧中原大学，就教授伫咧课堂当中所讲到中华民国，也引起中国学生的不满。学校说叫教授爱共会实咧。教育部长潘文忠伫下晡也在 Facebook 表示讲，台湾就爱维护学术自由，绝对袂当矮化国旗。
疫情冲击全球也成为上课教材。当地中原大学副教授周明辉因为伫上课时推测病毒来自中国武汉，引起陆生的不满，加批抗议机事。学校随即要求周明辉道歉，伊向学生道歉表示，身为中华民国的教授未及时，想要到告别学校约谈，要求各一拜道歉。高老师啊，你的解决方法一点不同啊！我觉得你提问救火了嘛？你中间还强调中华民国的教授，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教授。那你必须在课堂上讲啊，哪一个在课堂上在中华民国的讲的话？国家认同，或者是在中国大陆学生面前讲中华民国这件事情，跟你收不收得到陆生，这是两件事情。所以校方让本人深感失望。中原大学表示，从来无禁止老师伫课堂提起中华民国，即摆行政单位伫处理过程，若有用话无够精准的所在，学校将要求改善。也毋过，教育部长潘文忠下昼是透过教育部面册发文强调，绝对支持咱国教授伫任何所在讲我是中华民国的教授，台湾爱维护学术自由甲交流，绝不容忍 A 化国家。两方的，就是还有校方的一个立场，这样子。回复之后，我们部里面再做一个这样处理。那当然，整个在学术的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够自我矮化，也是我们坚持的原则。经过调查，学校认为周明辉上课讲的内容甲课程专业无关，并且对学生发表无适当的言论，针对周明辉一旦方面资讯，引起社会对立甲误解。学校保留法律追诉权。那学校监视涉及不当行政处分，教育部也要去深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虽然讲政府有纾困金通好领，确实有人重复申请。交通部甲劳动部也等咧对面单，也发现讲有600多件重复，建议摕这政府发出去的钱，若准是有加领的部分，拢会全部讨倒回来。交通部长林佳龙下令追查中复申请纾困，交通部甲劳动部继续核对中复申请名单，已经发现超过600多件。相关各局负责的领队导游纾困都有人申请后，可向劳动部申请无雇主津贴。因为两者的补贴是性质相近，只能择一申请。之后如果发现有重复领取的部分呢，那我们就会追回。也毋过，台北市汽车驾驶员职业工会表示，以客运车司机为例，当时符合交通部的纾困对象，职业驾驶人，甲劳动部所补助的无雇主，也毋过伫职业工会加保障的纾困资格。劳动部补助的3万是1摆清领，交通部是1摆1万分3摆，所以大部分的客运车司机拢想要申请劳动部补助。交通部伫甲车队开会时，为了加速纾困，补助款直接由车队提供后头汇入，真侪司机事前根本就唔知影。他所属的计程车的车队，因为当时其实就是为了要加速让这些驾驶朋友早点领到钱，所以他们也主动在驾驶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也送了，所以让他们同时间会有一个重复申请的这种事情发生。各部会纾困拼速度，也遭到立委质疑无好好监督。对此，卫福部处长何启光表示，中央各部会会进行会诊，将文化部、劳动部、交通部、农委会纾困计划中心核对1摆，那民众重复申请都会对回。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顶礼拜，立法院通过纾困追加预算案，不过新增加的违章工厂却是袂当纾困的。环保团体也表示讲，互违法的业者纾困本来就是无道理的代志。不过，煞有违章工厂却认为讲，若准是要走向合法化的工厂，政府也是爱甲因斗相共。纾困是规个非常时期的非常做法啦，有爱同理心啦。但是业者就先违法，甘价阁会当接受政府的纾困，切切立法院调解协商，时代力量党团提出，政府无应该纾困违法工厂的业者。经济部长陈明典说，电到爱立委有同理心，去互环保团体批评讲，违法伫咧农地起工厂，原本就应该拆掉啊，所以来接受政府的纾困，敢有道理？如果没有排除他们的话，就很显然是违法厂商也可以拿到政府跟国家的补偿的纾困，希望振兴他们的产业，这毫无道理可言。对违章工厂有同理心哦，我们想他就是忽略了对于当地农民的同理心，忽略了对于合法的工业区厂商的同理心。立法院会通过纾困特别预算案，追加1500亿，不过纾困的对象无包括2016-20了后所新增加400多间违章工厂。若是伫迄进前，数量更较侪违章工厂也是会当申请。业者表示，针对摕到临时工厂或者是特定工厂登记，拍拼要合法化厂商，应该互因纾困。若无到时阵，可能会对产业有真大的冲击。如果说让这些整个中小企业这一次不能度过这一个
疫情的关卡的话，到时候连大厂的供应链都会断掉，那对整个台湾的整个生产并没有什么好处啊。邱振辉表示，港业区的大厂的供应链大部分拢是伫咧农地工厂，若是欧美的市场停落来，规个产业是受到真大的冲击，需要政府斗相共。毋过环保团体也是提倡绿色纾困，政府应该透过即个机会来带领，甲国家的资源摕来医治会当促进环境永续的企业甲产业。记者综合报道。2018年5月，台中有一个姓赖的查甫人，夜倒毒死一个气科诊所医生。一审宣判凶手是无期徒刑。病院鉴定了后，认为凶手伫咧发现的时阵无受到精神疾病影响。不过二审却是无采信病院照一审的无期徒刑去判。医生的家属也执唔管，也去到总统府陈情，认为精神鉴定就要成立专职机关。讲到翁婿伫咧家己的诊所发生意外，去互台视的王医师因太太讲甲后更甜。中国的台中高分院二审审判认定凶手姓赖查甫人，犯案进程精神疾病真严重，所以维持一审的审判，判无期徒刑。家属无法度接受，认定被害者无受到宪法保障。5月7日去总统府陈情。他来诊所有拿刀，更是可以证明被告虽然罹患精神疾病，可是他整个犯案过程是有组织条理的。2018年5月份，姓赖查甫人夜倒冲入去气科诊所，甲王医师抬死，医生担任精神鉴定的草屯疗养院，认定凶手犯案时阵受到精神疾病影响，所以法官判无期徒刑。随望二审由台中英总进行第2届的鉴定，认为姓赖查甫人犯案的时阵精神稳定，行为无受到疾病影响，毋过也是无法度改变判决。伊家认为讲应该要建立专职的鉴定机构。一个权威性的，那甚至是个委员会，都是给比较年轻的比较地区性的医院基本上他们的经验上恐怕就会比较不足。2个鉴定的结果完全无同款，毋过二审的结果也是维持原本的判决。家属批评讲，司法是较外向被告迄边，专家嘛认为讲，除了专职的机构，法界甲鉴定机构要有沟通的机制。若无法官解读鉴定的结果，可能会出现精彩的部分。因为机关的话，其实更需要的就是跟法界方面的直接的沟通。我们到底怎么写，你比较看得懂？读这个鉴定的报告的人有没有办法理解？实际上会有这些落差，没有办法哪一边当成标准所以才会最后让法官去判。刘进前指出，无共机构鉴定的前后时间差，会去影响到鉴定的结果。毋过，甲犯案迄当中的状况敢是有差别，精神的状态甲犯罪行为敢是会互相影响，嘛毋是绝对的。敢会当提出来，互法官斟酌。若是法官敢是会当解读鉴定，嘛会变做影响判决的原因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南韩日前才放限居家限制，想未到开放无到几日啊，梨泰院地区的夜店就发生群聚感染，到今也超过80人确诊了。不过当地媒体却报道讲，治病拢是同性恋的酒吧，这款报道也引起争议。梨泰院的街仔路冷清清，真侪店面打着禁止聚会，也是临时关店的通知。但限车啦，才放宽居家限制，无到几天，就爆发夜店的群聚感染，感染人数累计超过80个人。其中确诊患者27个人伫收院，12个人伫仁川佮行基道。这些患者内底有3成患者拢无症头，当局烦恼有可能引发第2波的感染。 줄어들었다 생각했는데 갑자기 저 이제 사는 주변에 이런 클럽 일이 터지니까 되게 좀 무섭고 또 실망스럽기도 하고 클럽은 유흥이라서 꼭 가야 되는 게 아닌데 그런 부분을 전혀 경각심을 가지지 않고 갔다는 점이 좀 그렇고. 南韩媒体报道，群聚感染的来源可能是一个29岁的查甫人，伫车市的饭店轮流去过梨泰院的5间夜店，了就出现了发烧、歹腹肚的症头，切落就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当局统计，同时间伫这夜店的消费者差不多7200人，除了对早强制要求夜店的职员爱接受检查以外，嘛鼓励当时留加资料，无法度对早消费者会当无顾名检疫。暂时首尔市长朴元淳嘛下令，所有暗时的娱乐场所拢停止营业。 서울시는 지금 이 순간부터 즉시 클럽, 감성주점, 콜라텍, 룸살롱 등 모든 유흥시설에 대해서 집합 금지 명령을 발령합니다. 이 순간부터 해당 시설은 영업을 중지하여야 하고
위반하는 경우 엄중한 처벌을 받게 될 것입니다. 국민들께서도 일상생활로 복귀하면서도 끝까지 방역 수칙을 잘 지켜주실 것을 당부드립니다. 另外，南韩媒体报道新闻的时阵，一直强调出现病例夜店大部分是冬至酒吧，嘛引发着人权组织的批评，认为这有可能引发恐动的争议。若是日本部分县市像岩手甲高知县，因为已经几6天无增加患者，各地地区已经伫周末放宽居家要求，允准店家营业。这个月14经过专家会议确定了后，不排除要解除紧急状态。而东京甲台北13个特别警戒区的城市，因为疫情也未稳定，目前有关无考虑放宽限制。记者陈世栋整理报道。讲到中国的两会，也就是政协人大会议，伫咧后礼拜就要举行咯。不过官方说讲，疫情却出现真大变故，本土病例是大大增加。伫咧吉林省的苏兰市就发生群聚感染，也即声要来进行封城措施啊。另外，伫咧武汉又有社区传播发生咯。不过伫咧上海迪士尼乐园，说是唔惊疫情，要来重新开放，恐怕是会愈来愈严重。上海迪士尼经过3个月的时间，11大城全球解禁，早起8点重新搁开放。透早就有人来排队，尤其爱甲进前已经买好的门票传好势。入去的时阵，嘛要经过体温的检测，甲扫健康码绿码，才会当入去。8号一早我们就秒掉的，疫情以前就答应他想要到迪士尼来，很开心啊！游乐园嘛保持入场的人数，爱比进前24000人，还阁加真济，等于是30%的量。尤其需要专程挂喙罨，使用内底的设施嘛要保持安全距离。Here in China and Shanghai, the COVID-19 epidemic conditions are such that we feel, with the right measures in place as far as health and safety goes, that we are able to open successfully here. 上海迪士尼真欢喜来开放，唔但呢，北京故宫嘛，甲参观的人数放量到8000人，看起来疫情是已经缓和。不过网友所烦恼讲，这个景点会成做防疫的空棚，因为中国本土感染的病例这2天搁直头增加，尤其是吉林省苏兰市出现群聚感染，累积的病例已经超过10例。吉林省委书记宣布苏兰进入战争时期的状态，采取封城措施，暂停营业场所。已经复学的高3、初3年级学生恢复网上授课模式，部分进出舒兰的铁路列车昨天起停运。吉林的病例是下省传播到辽宁的沈阳，外界烦恼讲台北3省的疫情可能会搁爆发。也若原本的重灾区湖北武汉，过36天搁出现病例了后，初十一困头搁增加5例。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的本土病例出现社区群聚感染的疫情。湖北5例，吉林3例，辽宁1例。黑龙江1例，本土聚集性疫情相关病例继续增加。新增加的5例，拢甲初9确诊的人共一个社区，拢总已经有6例。这个社区进前就已经有20几个确诊。当地媒体报道，迄个社区大约5000人，已经开始分配做核酸的检测。当地工委书记嘛，因为处理疫情做了无妥当，互人死透露。即马武汉市东西湖区的疫情已经提升到中风险，中国2会后礼拜就要举行，疫情煞出现真侪变化。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英国。英国经过7礼拜封锁，首相强森伫初十宣布讲5阶段的解封计划，对这礼拜会来开始施行。民众会当恢复上班，也会当出去运动。那讲到第2阶段的学校复课，按算对6月初1开始。不过，苏格兰甲威尔士的地方政府说是无爱配合，这代表强森的解封政策只有伫英格兰地区才有效力。We now need to stress that anyone who can't work from home, for instance, those in construction or manufacturing, should be actively encouraged to go to work. And from this Wednesday, we want to encourage people to take more and even unlimited amounts of outdoor exercise. 英国首相强森初日暗时透过电视演说，发表有条件式的5阶段解封方案。在一开始第1阶段先放零部分工作限制，毋过强调出门上班也是尽量莫坐大众运输，上好是家己驶车，或者是骑脚踏车。2天了后，民众虽然会当自由出门来运动，毋过干那会当甲带做伙的人做伙来去，袂当去交朋友或者是其他的人。第2阶段预计上紧对6月初1开始，英格兰地区的学校会对小学1年到6年开始恢复上课，部分商店会当恢复营业。第3阶段会看状况，可能对7月份开始，和餐饮服务业或者是搁较侪公共场所恢复营业。毋过条件是，课后的数据要确定安全无问题才会解禁。
if there are outbreaks, if there are problems, we will not hesitate to put on the brakes. 英国新冠病毒的死亡比例达到32000多人，伫咧全世界敢若输予美国尔。虽讲7礼拜外的防疫禁止出门的命令已经互经济变歹，苏格兰甲威尔斯地方政府拢甘换较谨慎的，嘛无愿意对咧做敢若先放令出门活动的限制。We mustn't squander our progress by easing up too soon, or by sending mixed messages that result in people thinking that it's okay to ease up now. People will die unnecessarily. 所以强生宣布的解封方案或者是口号，拢敢若适用伫咧英格兰地区。主要在野党工党的党主席施凯尔的批评中央地方无共识，变做双头马车三无长。记者综合报道。法国对10日开始就要到头解除禁令咯，着加头门的店家停效返店过后，随要来开门做生意。不过，也有真侪人烦恼讲会防感染，无啊侪大众运输，颠倒互脚踏车变做是上界侪人使用的交通工具。免2个月的时间，法国10日的时阵，总算照疫情的程度，分阶段豆豆解除封城。西北部的庄头、马耶纳嘛，伫咧头一波解除封城的名单内底。饭店解除封城令才刚开始无偌久，这间头毛店就随开门营业，接待人客。伊想要安尼做到暗时7点。Je vais couper des cheveux, je vais accueillir les gens, mais au-delà de ça, je crois qu'il y a une page d'histoire qui se tourne. Aujourd'hui, il y a eu le coronavirus, mais il est toujours là malheureusement. C'est pourquoi nous sommes masqués tous les deux. 真侪人烦恼解除封城了后，有大量的人群会去坐大众运输，造成感染，所以就换骑脚踏车。巴黎的市民排队抢要买二手的自转车，价小为70块到250块的欧元不等。We came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but the guess is that with the virus and the people avoiding the subway, more people will be buying bikes, and so the second-hand bike market might be a little bit saturated in the days to come. 意大利嘛，为初4开始放入防疫的限制，民众总算会当出门拜访亲戚朋友。不过政府也是无鼓励民众坐大众运输，颠倒甲骑铁马的车路变较侪嘛较快，鼓励民众骑公明车，嘛会当保持社交距离。Noi siamo contentissimi, le stiamo chiedendo da anni, abbiamo lottato tanti, non io. Io sono solo il presidente dell'associazione Salva i Ciclisti, ma prima di me tutti gli attivisti e insieme. 疫情啊，佫改变真侪人的终身大事。美国一对伴侣决定要配合卫生的规范，婚礼一切简单就好，而且大量减少婚礼人客的人数。另外，中国有另外一对伴侣，婚礼用直播的方式，互超过10万的网友共同来替伊庆祝。也那印度这边，因为受到封城措施的限制，新郎甲新娘敢若会当透过视讯的方式。不过，要是维持传统印度婚礼的热热甲真欢喜的气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5月20总统就职典礼，因为受到疫情影响，规模缩小。唔但无庆祝大会，也无邀请外国的贵宾甲国宴，各国也用录影方式来祝贺。另外，蔡总统的就职演说两化的部分，可能甲过去建设官职的论述是差不多的。蔡总统也强调讲，伊这能力无小节问题，就职典礼也袂影响执政团队的运作。总统蔡英文顺利连任，5日靠总统就职典礼，却因为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举办的模式甲演过是真无共款，规模减真济。伫咧早起9点的时阵，正副总统会伫咧总统府的大礼堂宣誓了后，会转换去台北宾馆，10点会伫咧北滨户外广场发表演说，有邦甲各国的祝福会改换录影的方式。为了因应这个疫情的发展呢，这次就职典礼会是以防疫优先、简单隆重为主轴来规划。520当天，我们不会举行庆祝大会和国宴。这届虽然无邀请外国来宾，啊，毋过包括驻台大使、路人元首、现任首长甲防疫国家队拢有受到邀请。不过为着防疫考虑，台北宾馆来宾人数控制伫咧200人左右。另外，各界关心的蔡总统就职演说，两岸的政策敢是有变动？根据了解，会维持年初胜选演说时阵所讲的和平对等、民主对话8个字，啊，佫有袂起事、袂冲碰的基础。目前呢，总统的就职演说，他都还在持续的讨论跟撰写之中。那目前当然都还没有办法向大家报告完全确切的内容，但是呢，总统的这个两岸的政策呢，始终都是稳健一致的。总统蔡英文嘛，伫咧人面前表示，虽然就职典礼一切简单化，啊，毋过总统承担的责任袂有任何的改变，而且介绍即届就职典礼主持甲
表现出台湾民主的稳定，强调讲两任总统任期之间并无空碰的所在，执政工课袂放零。另外，这届总统府送予来宾的伴手，有保护手的克里姆，还有大西手，嘛会规划以台湾农产为主的礼盒来照顾台湾的产业。记者综合报道。WHO 世界卫生大会特别举行咯，目前有美国、日本甲加拿大等8个国家做伙向 WHO 提出外交照会，声援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不过，就立委质疑美国的态度，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美国官方也未伫 WHO 会议当中替台湾提案，咱是爱跳过友邦来甲咱台湾提案。世界卫生大会会伫18举行，今年用视讯会议举行。台湾敢会当受到邀请来参加是受到关注。进前加拿大媒体也出讲有美国、日本、加拿大等等8国联合向 WHO 发起外交照会，声援台湾用观察员的身份加入。四色外交上面的这些默契我没有办法讲得太多甚至是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这些增援的这些作为。不过，吴钊燮嘛坦白讲，到今还未受到 WHO 正式邀请。有立委就烦恼讲，就算讲即马国际挺台湾的声音真大，但是最后若无法度正式参加，嘛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且别国挺台湾的外交照会嘛毋是正式的提案，各有美国的态度甲立场嘛受到关注。吴钊燮证实，美国到今也是无伫 WHO 会议当中替台湾提案。那美国这么支持美国为什么不自己提案？美国或者是说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他们认为说今年还不适合来处理的话，那我们强硬的去推，说不定会有反效果。是认为今年他不适合他来提案。到目前为止情况是这样。支持台湾的声音会当变作正式的这个表态。我们要打破中国跟世界卫生大会的这个秘密备忘录的话，我们必须要有更强大的这个国际的声量。另外，有立委质询的时阵指出，梵蒂冈的耶稣会刊物公告文明出版简体中文版，而且内容有深重的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放在一起，然后甚至新闻里面讲到说中国捐助口罩的事情，台湾也有捐口罩啊，为什么这个刊物上不能写上去呢？它不是不能写，而是在于他没写啊。它是一个学术的刊物。对啊。顶礼拜传出巴拉圭参议院表决甲台湾断交，吴钊燮表示，巴拉圭是民主国家，国内有各种无同款的声音，强调8国的总统甲台湾的关系真好。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有民间组织本地要号召讲，伫咧母亲节下晡要举行9龙大游行。虽然警方一再要阻戒，不过时间一到，真侪香港民众也自动行向街头，警方也随来进行驱离。就一名13岁学生记者也互警方掠走啊！母亲節快樂，對唔住。讲话讲到后田流目屎的13岁高中生，是一个学生记者，去互警方带走的迄一天，拄好是母亲节，伫妈妈的支持之下，去抗议的地点报道，说谎质疑是非法的囡仔工。俾一啲記者係咪俾一啲警員咁樣對待？咁我覺得我好尊重你哋，咁我想參與一下呢個試驗點樣咯。但係咧做記者咁辛苦，你又冇錢咁樣咧，你點解都要出嚟做啊？咁我覺得冇所謂，呢個都係我嘅興趣。尖沙咀海港城現場聚集捌超過100人，警方甲民眾衝突的現場，帶走的唔但伊一個人，還佫有一個16歲的學生記者，因伫咧暗時互放出來，因為香港反送中運動就要滿1週年，有香港的網友伫咧車站發起甲你做伙唱的活動，宣示抗爭的決心。香港警方是以伫咧防疫期間違反君主令做理由，用呼召彈驅離民眾。咁呢個限聚令係變相嘅將我哋集會嘅自由打壓咗落去嘅，就唔單止係市民嘅人權，係連其他宗教嘅活動都唔可以去聚集，即係唔可以聚會。我覺得呢個係嚴重侵犯緊人權嘅。警方也拿旗仔警告在場的人士，當咧非法聚集，未少人去互呼召噴到，表情是真痛苦。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邝俊宇嘛去互壓佇咧塗骹。警方驅離的行動一直到11個半暝，還佫無休困。警方甲抓到的人用巴士載離開。香港已經連續21天無本土的病例，不過車站佫新增加3例境外移入。反送中的民眾用行動繼續要求香港政府5項訴求，5項欠1項都袂用哩。記者綜合報道。武漢肺炎讓全世界經濟總衰退，不過國內股市除了出口的，其他卻是相對穩定，中心漲到11000點。
外界也质疑讲，敢是要营造5月20总统就职的好行情呢？金管会主委顾立雄表示讲，台湾除了一寡产业受到疫情影响之外，再加上国内疫情当地稳定，以及着资金放量，这拢是变好的原因。顶摆五美股收红，鼓励台北股市早盘开悬行悬，骑就12000点关卡，徛回二线。盘中，台积电再度登到300块之上，鸿海股价也起超过3%，中场起111.84点收伫11013.26点，成交大是1680.13亿。武汉肺炎疫情致使全球经济疲弱，伫国内出口甲上柜市营收衰退之下，国内股市表现却相对稳健，防化解积极。当时8大公股银行4大基金被营造5日空庆祝行情。对此，金管会主委顾立雄认为，台湾除了服务航空甲旅宿业受疫情冲击较大，制造业并毋是全面衰退。另外，资金宽松甲疫情累落来，拢是救管股市的主要原因。疫情趋缓了看起来有人在讲说，会不会有所谓报复性的反弹股市啊？台股上下楼梯，现在已经上楼梯也所以上一句换一句话说，没有报复了啦。到底疫情爆发了后，有企业向民营银行办理纾困贷款，却必收真悬的手续费，等于是变相加息。等至金管会普查后发现，有一寡贷款金额较低的免手续费，有一寡会按一定的金额比例收。即嘛金管会拍算定出一个合理的手续费额度加比例。既然8万可以砍到3000，决定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比例出来？在小额的部分，当然有一些已经采免收了嘛，那如果说其他的这个部分的话，是认为尽量不要以超过1万块为上限，我们应该是这1-2天就会定出。总统蔡英文伫顶日宣布，行政院长苏贞昌上任后，也互各界关心顾立雄5日空后动向。顾立雄强调，这个阶段是由总统甲卸任国会决定，无接到电话，也无特别心情。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真稳定，各项活动也拢该死该度封锁了。台大公卫学院在今日也提出建议，表示医疗体系特别进入后流行时期，也因为入秋了后病毒可能会搁再压起来，医疗院所就爱做好动静照护准备。建议中央就要建立相关的指引，唔通互病院家己来做安排。台大公卫学院引用几工前屏东的行基病院的广告。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病院的收入减少，自5月开始暂时停发生日加其他福利金，来点出医疗院所目前所面临的困境。疫情也已经改变民众去病院的习惯。在今年第1季，全国平均的门诊量降差不多14%，手术减少20到25%。有估计第2季的影响也会更加大。因为这个住院量跟服务量都下降，导致医院申报的服务量下降，可能导致医院工作人员他的变动薪资下降。台大公卫学院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虽然伫咧台湾的流行有较缓和，不过可能伫咧秋天的时阵佫重新流行。这种状况恐惊一个会持续2年，因此医疗院所未来应该建立作业流程，包括盘点能力、储备动静照护的能量。仍然有可能佫再发生的疫情，同时也爱将流行期的就医模式标准化。建议中央应该要建立相关的指引，无佫再是以病院自主的方式营运。医师他们需要一些专业指引，在什么时候呢？就是碰到伦理冲突的时候，比如说呼吸器不够、病房不够的时候，你要分配给谁？这个对医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煎熬。所以这需要有一些指引。因为疫情有较缓和，台大公卫学院也认为，相关的解封措施要顾及到经济发展。伫咧保持社交距离等配套措施之下，降低对经济冲击。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大鹿谷文山温泉对2005年发生崩山落石的意外了后，就规个封起来。不过最近所有民宿业者带人客入去行搭，大鹿谷管理处表示讲，入去路程真危险，若准是硬要入去，就要家己负责任。一阵少年人欢喜出去佚佗的相片，抛起网络上引起争议。原来是花莲一间民宿业者，带10外的少年人伫探照灯走去太鲁阁已经封闭的秘密景点文山温泉，伫咧天然的泉水内底，佮摕秘鲁罐，若像咧倒酒欢喜翕相，啊，佮有人路坡伫洗头，却有真侪网友批评讲会污染环境。造成你观感不佳，我很抱歉。大家应当都知道啤酒是什么颜色，大家仔细看看照片，那是什么颜色？
面对这个，民俗业者家己去鸦片来背货，秘鲁的空罐仔内底底是温泉水，毋是酒。KB洗头是用地壳，拢是去用温准的，无破坏环境的意思。泰罗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若是相关的行为造成污染，就会处罚。啊，毋过若是要处罚，佫需要基证水源受到污染的事实。污染水质的部分，一次罚则是3000块。那这市政部分是在网络上，所以会特别移请国家公园警察队。文山温泉因为2005年捌发生石头崩落来，造成进温泉尤其死伤的意外。泰管处评估有安全的记录，一当外进前甲人工设施拆掉，就那像是封闭。捌参加救援的警员表示，这路途是真危险，万不若真正发生意外，要救人无简单。这个年轻人，如果万一他们在底下玩，因为3更半夜。如果发生意外的话，启动紧急救护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而且非常危险。目前文山温泉区的游戏区，敢若开放到吊桥桥头的所在，游客若是要家己走入去，得家己负责任。目前无法规谈和处罚。领管处表示，文山温泉毋是唯一的选项，会进行自然资源的盘点，提供更较安全的游戏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最近金针花正咧开花，不过花莲出产金针的所在却是无啥伫咧开花，平均只有2成开花尔。另外有一寡山区的西瓜也开始伫咧闭落，农民也怀疑讲，这拢是天气的影响。这是花莲水乡水北地区的平地金针花山区，原本这个时阵应该开满9成金针花，但是即卖也是青零零。种金针30多年的花农表示，去年这个时阵花嘛是开遮少，应该是受到气候的影响。到底是气候的关系，还是讲伊种过了，爱搁再翻过，爱搁甲翻种，还是安怎？所以讲这个吼，爱搁来看咱改良场这边，看有这个专家好来研究，来辅导农民。花莲农改场表示，金针花分2种，一种是高山的荷兰种，花季是伫7、8月啊；另外一种是平地金针，大冬6号，花季是5、6月啊。花敢会开甲气候、有雨量拢有真大的关系。有可能是这个整体的这个低温的累积不足，或者是在年初的时候，今年比往年的这个降雨比较少，那也会影响它的这个抽花的速度的快慢。另外，目前嘛是西瓜大出的季节，但是有部分的瓜农发现，残年的瓜仔比例，佮有部分的消费者买到不破解西瓜，研判可能是西瓜产地雨量伤济，才会甘水遐尼严重。西瓜长了，根茎已经烂掉。那种瓜就甘水瓜啊，那个你放久一点，它就会冒泡，这样。那瓜还能吃吗？不能吃。根据农业处的资料，目前确实有部分的西瓜田有白过情形，怀疑甲去年同款，可能是因为温度悬、雨水济产生万古病，嘛有可能是因为受粉的期间雨水伤过济，致使瓜仔成长无完整。详细病因，农改场也搁在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彰化河美的德园社区，因有成立一个关怀据点，平常时啊拜一到拜五拢有课程，就算因为疫情的关系，来到据点拢爱挂水暗除酒精。不过，一寡阿公阿嬷也是真爱来。阿公阿嬷拍考坐做伙，看到球过来啊，就紧甲踢出去。虽然挂嘴暗，不过也是算甲真欢喜。另外一边有阿公伫咧行棋，阿嬷咧移牌啊。彰化河美镇德园社区据点，逐礼拜1到拜5拢真热闹。我咧困觉好困的，啊，大家5路真欢喜。左右，啊，搁左右啦，系啊，搁左右。逐个月课表排甲满，跳舞的、运动的，也有做艺术品的课程，形形色色。自本德园社区据点，逐礼拜只安排1天的课和共餐的活动。不过因为中辈的环境真好，社区就替时大加安排，1礼拜5天拢有活动。啊，因为吼要互迄个时大人吼来安尼，大家一只娱乐啊，互因耍啊，互因运动吼，互因暗时较好困，啊身体较健康。即阵虽然武汉肺炎的疫情还搁咧拖，不过德园社区的理事长表示，来遮的长辈并无较减，差不多拢有20个。来的时阵拢会替因喷酒精消毒手，也维持自本1天爱量体温4摆的作业，确保因生了欢喜，也斟酌因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台大主讲系教授持方面的舰队团队得到科技部的支持，开发出可解说性人面辨识补助。支教授也表示讲，会当了解 AI 人工智慧背后决策的理由，咱就对伊更较信任嘛。
这是球王费德勒伫咧无共时期、甲无共头模型的相片。传统的人工智慧可能会当判定这是同一个人，煞无法度解释判断的原因。台大自工系教授池宏明甲研究团队研发出一个会当解释人面辨识的系统 X cosine。这个系统认定两张相片是同一个人，真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伫咧片仔。很绿的这个地方，很高的地方，说，我觉得鼻子这边似乎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准据。以前是没有，以前是这两个给他就会吐个分数出来，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判断的。各国积极推动人工智慧 AI， 不过后面认为阻碍 AI 大范围运用的主要原因，就是欠缺信任，因为唔知影系统判断的方式甲原因。池宏明教授指出，这嘛是安怎遮侪国家积极投入研发会当解说的人工智慧 XAI， 因为这会当解开 AI 伫咧做决策的过程当中人类对的疑虑，希望会当加以运用伫咧更加侪医学、甲金融，抑佫有能源等等的领域。在这些重要的决策上的时候，可以不只是有一个 AI 可以协助你判断，同时也可以解释这背后做这样判断的逻辑是什么。我想在辅助人类做决策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带来更多的方便。科技部长陈良基表示，会当解说的人工智慧会是未来发展真重要的目标。去年嘛推出世界头一个 AI 科学研究发展指引，其中一个真重要的，就是爱重视会当解说的特性，因为人工智慧甲人类的发展真密切，甚至会取代人类的工课。都爱重视伊运作的时阵的伦理。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新营的新桥国小建校100年啊，校长也甲校树所剪落来树枝树花，互学生囡仔做是文昌笔，甲锁匙钳仔，成做因的毕业礼物。一块一块刻无共花草，用茶做的锁匙钳仔，每一个拢真有路。这拢是用校园记录来树身，写做一块一块落去设计。台南新营区新桥国小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啊，学校种的树啊有真侪老丛，拢超过100岁。为着保留这大自然的资源，校长就甲伊起来创作。那在修剪枯枝的过程当中，发现龙柏的一个价值，那我们也试着开发课程，就是把它做成钥匙圈做成吊饰。伫咧创作的过程，发现树仔的价值，校长也特别伫咧学生毕业进前，互囡仔兄囡仔姐家己主张茶的形体，也有长度，用树身来去做文昌笔，替家己留一个纪念。学校的课程是希望国小6年级毕业的时候，孩子能够自己能够车一支文昌笔当做纪念，也鼓励孩子努力向学。伫咧校园实现美术的概念，新桥国小的老丛，即阵唔但有新的价值，锁匙钳仔顶头的圆箍仔号，也真做是学生甲学校特殊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囝儿孙仔大家出头天。中兴大学农业系教授王强生的团队成功开发出食到血糖袂加悬的稻米品种，咱也做伙来看卖。腹肚若是枵落，你今仔日想要食饭也是食米。台湾有稻米王国的称号，但是个人却愈来愈无爱食饭。根据农粮署的统计，伫民国70年，台湾平均一个人一年的食米量有90公斤，即马却只剩50公斤左右。出嘴问人就是食饱未？这就是食饭未？安尼。但是近来咱这个面包还是面食咱变做互咱的饮食较西化。这个改变的结果呢，咱的迄个米食文化全拢总变少。农业试验所升级组的林大军博士，伫这次的研究计划是担任上一开始的种源筛选，用3年外的时间，对1500种的品种选出有低糖产值的水稻品种。如何对迄个一般的迄个水稻的种源、商业品种加种源内底，看有法度有迄个低糖的迄个潜力无？就是咱食了血糖袂升悬。其实政府一直有咧发展侪侪农业计划，要如何成功推广，嘛爱跨单位合作。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把这个的实验的过程做得更完整一点做得更完整，让农民比较有信心。比方说，我们可能会办一些示范的这种示范场域。
农业甲人民的生活关系真密切，要如何和农业跟着时代行？除了发展农业科技，嘛爱想办法挖进农民甲人民，安尼才有法度真正好学术灵活应用。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4度到28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1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4度到3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0度到30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来的电推小姐。以后我会负责甲大家介绍甲情绪有关系的事。头一个要讲的是大家拢做介意的一种感觉，欢喜，欢喜，汉字写作欢喜，罗马字写作好哇花，好意喜。欢第一条，喜第二条。欢喜这个词伫台语有3款意思。头一个是咧讲感觉，就是咱感觉欢喜，亲像乌西安尼，摕到我掉头奖的彩券，边仔唔知影咧欢喜啥。第二款用法是咧形容欢喜的形，像伊今仔日伫路边拄到一个真水的小姐。欢喜甲跋跋倒。第三款是咧形容好耍、无理由的欢喜，亲像伊也毋是你的女朋友啊，你是咧冒欢喜的哦。伫台语内面咧讲无共程度的形容，会当讲真欢喜、足欢喜、真欢喜、介欢喜、有够欢喜、极欢喜等等。啊，若搁较欢喜，咱嘛会讲夭寿欢喜，欢喜甲挡袂牢，欢喜甲目屎流、目屎滴，也是欢喜甲安怎，会使用家己的方式来形容，加强欢喜的程度。无共程度的欢喜嘛有无共的意思，像喙笑目笑，脚松手人，心花开。笑头笑面，爽快乐痛等等。俗语内底嘛有真侪形容欢喜的讲法，像三脚走，两脚跳，就是欢喜甲哪走哪跳的意思。嘛会使讲家宝跳破卵，形容欢喜甲像家宝甲家己生的卵打破啊！还有一句俗语是：富拉鱼食到皇帝肉，痛甲无标。标就是鱼标，鱼仔拢靠标这个器官才会当收起收落。啊，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讲小人物像富拉鱼安尼，食到足珍贵的物件，皇帝肉就会足痛足欢喜。六欢喜。
喙笑目笑，落痛，三骹走，两骹跳，家母跳破卵。乌拉鱼食着皇帝肉，痛甲无标。为即马开始，咱若要表达欢喜即个感觉，就只有最新的词通用啊！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先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